天主教會台南教區社會服務委員會7日在台南榮家舉辦聖誕嘉年華活動，得到真濟愛心單位共同響應。現場會當看到美食、伴手、小貨商品來適當，還有邀請濟表演團體前來演出，熱烈氣氛，互袂少榮家長輩坐着輪椅嘛要來同樂。龍家搬到這裡來以後，我們一直都有在龍家服務那個老人家哈。每個星期二早上呢，我們就來帶活動，跟老人家唱唱歌，一起玩。那後來呢，就說有個機會聖誕節，我們就來辦一個市集，讓老人家可以出來活動活動。所以我們就召集了好多的天主教的教友一起來設攤。那老人家出來玩呢，也很高興。結果第2年，他們又繼續問秀敏什麼時候辦？我發現說，哇，這個活動大家很喜歡，所以我們又繼續辦。今年是第3年，那每一年呢，越來越多人，所以我也覺得讓老人家來看看，不同的人吶，跟很不同的人接觸，也是個很好的機會啦。從112年開始辦這個聖誕節嘉年華會，它是一個公益義賣的活動，就是集合了很多單位，讓我們來設攤，來做表演，讓全部的所得、自由捐獻所得，就交給天主教會，他們作為他們的基金來做社會公益服務的活動。天主教會台南教區連續3天辦理聖誕嘉年華活動，目的就是希望增進長輩甲社會之間的互動交流，也讓長輩提前感受到滿滿社會溫暖甲熱烈氣氛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